人聽書會走神，AI 都會。Attention 機制就係要令 AI 專注重點，佢嘅核心思想係唔係所有資訊都一樣咁重要，要將注意力放喺最相關嘅地方。舉個例，當 AI 將我愛你翻譯做英文嗰陣，翻到 love 呢個字，AI 就會特別留意愛而唔係我或者你。點做到㗎？Attention 會幫每個輸入計一個注意力分數，分數越高，代表嗰個字越重要，AI 就會放多啲心機去處理。仲有自注意力，即係句子入邊每個字都會同其他字計相關度。咁樣做，模型就可以清楚理解句子入邊隔得好遠嘅字之間嘅關係啦。技術上，佢係用 query、key 同 value 三個矩陣嚟計出嚟嘅。至於多頭注意力就係同時用幾組注意力機制一齊運作，咁樣 AI 就可以從唔同角度學到字同字之間多方面嘅關係。就係因為 attention 機制令到 AI 嘅理解能力有咗質嘅飛躍。